咁感情屬兔仔嘅今年嚟講咧都會良好嘅，因為今年嚟講咧吉星會比較多啦。但係好多時候就要特別留意一樣嘢，因為自己本身今年可能得到好多嘅金錢啦，亦都好多個權力嗰方面啦，就可能會因為自己追求目標、追求事業或者追求生意嗰方面嘅發展咧，分分鐘可能會忽略咗感情嗰方面嘅關係嘅。所以咧屬兔仔嘅朋友咧就要一定要緊記啦，將自己啲時間嗰方面咧處理得好，千祈唔好係邁向一方面嘅發展，又另外一方面喺感情嗰方面咧就處處忽略咗溝通嗰方面啦。咁呢樣嘢就要小心嘅。若然係單身嘅屬兔仔嘅朋友咧，亦都有機會性喺工作嗰方面或者喺生意來往嗰方面咧，認識到一啲有機會性係可以發展喺感情方面嘅道路嘅。所以一定要即係除咗揾錢之外咧，分分鐘咧都會揾到粒桃花星嘅。所以呢一個係好消息嚟講，要單身兔仔嘅朋友咧就要好好把握呢一個時機啦。